自休2年过后，休闲旅游引来因实行，许多乡下地区的乡亲开始建造民宿，也越来越多的游客为找到韩国深入了解一个所在，会去民宿歇业。南投水里有一间民宿，还唔单止係民宿個，伊能對自家出發，同菜地過到數座山野、社區工作者，按到有無共用專長嘅人合作，喺民宿堂下展示賣鐵山。進一步帶動附近的產業發展，為社中頭創造韓國多的機會。大班的時候吧，幼稚園大班，會幫忙裝一些枕頭套什麼的。民宿嘅人行人走，兩兄弟路點點嘅囤木度嘅皮蛋，枕頭老伯也得溫好。對於托幼稚園起始，有兩兄弟2年都會主動聽書，下擺還會接待人客。就是要一直換床單跟被套，還要稍微去把垃圾去清一下、倒一下。還要洗廁所，非常放心讓他接待客人，因為是他的能力。對，他跟客人上面的互動，事實上增進了他客人的回籠的機會很高。對，因為小孩子他本身跟客人互動的話，他有一些話啊什麼，他會自己的怎麼樣，會提升他自己。把它敲開。這只是老鼠啊。那左邊的是什麼？蛇啊。蛇啊？為什麼要畫蛇跟老鼠？我媽說我畫什麼都可以啊，我就隨便畫。新人呢，除了係寫主人，也係民宿嘅設計師。目睹諾貝爾表行或萬能藝人嘅作品，睇南投水里開民宿嘅連公寓，想去打幫案呢，提升新人嘅自信。我們喜歡那個日本的那個自給自足，然後最主要是帶小孩子做，然後讓他有成就感這樣子。對，每一個階段、每一段時間、每一個暑假都有規劃，讓他們做不一樣的東西，然後提升他們自己的那個自信心。一個暑假，連公寓團也老公總之期，路上嘅帶輪新人呢，鄉下體驗呢度做一隻披薩油，韓國傳統嘅做頭。自己做的那些，盡量要讓它回歸到比較原始的、自然的。比如說我們現在做的準備要做的大灶，跟那個傳統的大灶跟披薩一樣。14年前，9年嘅大地震過後，總之期為做到照顧多世嘅野外，韓國重建家園，家庭歸故鄉，上進熱擔，也為做到愛評論新人嘅成長。我先生軍人退休回來，然後我們回來逐夢。然後小朋友，他最主要是讓小朋友有這個環境，有溜滑梯，有這個環境這樣子，然後游泳池給小朋友玩這樣子，還有當國小，讀他以前讀過的國小。這個茶樹，你搓一下，澳洲茶樹，搓一下，沒關係。為做到日本新人呢，有一啲環境無污染嘅環境，總之期一到進來，路屯搶人嘅嘢檳榔樹總會倒下，各種白色野豆，人屯連沙交通無過曬藥嘅嘢。它就在下面，然後用高壓從高壓那個壓送，然後噴上去，那一噴啊，好幾米高，那一噴的話，整個地區都污染到了。即使我們家跟他鄰地，他們噴他們地一樣會影響到我們這邊，所以我都盡量勸說不要去噴。這我們的紅龍果，你可以看到哦，這個都是純有機的，又紅又大。以自家先做到為人者的種子期，也盡量用唔曬藥嘅方式來種青菜水果。故所人嘅空嘅錯位插樹嘅野豆，家家都係用人工機械來整理。為做到富有養命嘅，也係睇人呢可以一隻簡單嘅生態池。我當初是想賦予蜻蜓，因為蜻蜓這種東西啊，它第一個它是一個益蟲，它可以吃蚊子啊那些，只要你是小黑蚊啊，或是一般蚊子，它都會去抓。那我本來就是要想賦予蜻蜓。也因為從事生態環保，
总之期屯民宿嘅活动，甲安内太阳能热水器，韩国发电设施，除过门按热人，用于民宿所需要嘅洗身水，现时也民宿也变做一个暂时嘅利益，都作为太阳能设施一个胜利。都是透过我们客人觉得说，使用上非常好，效能也不错啊，所以就这一块他们又帮他们延伸了一些这个生意这样。也因为民宿喺几多人客来来去去，佢重要嘅位所，开始有朋友囤人哋嘅商品，表扬人哋路卡来买。从唔好做鞋，唔从室外表嘅东西线。一路过后用出水鞋嘅水打草，也算石头来做材料，做各种嘅艺术品。唔过冇嘛管土变卖，都只有意思朋友也算杀起提天数。朋友拢会收报，有阵时社群啊、活动啦展示，一个店上少你都爱几万块啊，对吧？一个月付出几万块，你就有法度赚迄度。有就朋友来啊，看到袂歹。咱无啥咧促销啊就是安尼，大家互相看来看去。屯日本发布岩上内里，高用运到运高，修建出上海嘅线呢。20世嘅洗衣店，高中开始合作日本平埔卡邦嘅。去年呢，伊家庭自家创业，美屯也卡邦嘅，表阿提民宿来寄卖。忽然就是想有这种念头，创业念头，是因为我去国外有存不多也不少钱啦，就是有存到钱，所以才会觉得说我不想要被一起工作绑死，然后就是刚好接触到一些文创的老师跟文创的朋友，然后就是鼓励我，就再去做学习。我们民宿一个是展示窗口，那这展示窗口的话，我就给我的客人看到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他在手创方面的话也蛮厉害的。洗衣店太好，系套观光课呢，毕业过后也是睇饭店是头路。你抽到学英文，伊去到澳洲打工度假年啦，也年lang嘅经验，唔单止协到为创业基金，也培养嘅独立自主嘅观念。应该算是比较独立吧。以前其实都会依赖父母，或者是可能出去逛个东西，或者是买个东西，都会想要找朋友或者是家人。可是后来自己去国外回来之后，就自己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来。也因为安尼，就算也下还睇到研究所、洗衣店还系家庭爱创业，不过咱开始嘅都有过大嘅资金压力。如果中意日本发布嘅品质，不过日本发布嘅家私同样都会比台湾发布贵10多倍。故说商品好卖，而能有多嘅钱来买新嘅布位来创作。因为其实布很贵，我不可能一次买啊。其实这种几块这样买起来都要3万块，不是，因为它一次买都要好几尺啊，你不可能一次剪1尺，1尺做不了大包。除了连拥有嘅民宿以外，洗衣店还同茶厂火车站附近嘅文创店家合作，设立一只小专区寄卖，含意念结盟，结合无共用嘅素材来创作。另外一个口袋，然后里面还有那2个夹层，我是用布跟做的做起来，然后再还有一个底座，因为我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我发现它其实多少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软软的，有点塌会塌进去。对，所以我还是再加了一个那个塑胶硬板。你如果把价钱谈太高，你也没有饭吃啊！你还是要先过活啊！你一定要先有东西可以让你自己生存下去，你才可以再去陆续去创新嘛。你一定要有赚钱，你才可以再去买更多的布，再去做更多的东西啊。对啊，所以很两难啊。也因为安尼，越来越多朋友囤产品拿到连拥有嘅民宿寄卖，竟然亦能将出联合嘅10多家店家，成立嘅无穷业嘅业联盟。朋友当中的话，他假如来我们这边的话，看到这个朋友的东西的话，他以后他也可以预约 DIY， 那也可以就是说去他们别的商店购买他的东西，就是异业结合啦。比例称好了，形状也都搓好了，这样我在制作的时候才会比较快速的。也多年来，如果睇卢卡位做下做糕饼伴零沙朋友式的零启发，喺零拥有嘅鼓励下，咪开始囤也好事业，变做家庭嘅事业。刚开始都只是请
邻居吃，他们吃久了就觉得哎不好意思常吃，他说那就跟我买。那个中秋节、过年过节的时候就跟我买也送一些亲戚朋友大家的风评都不错，吃了就想说那我的东西好吃，他又想说帮我买的话，又可以帮我宣传。除了上江嘅月饼、凤梨酥以外，林体化还用水里嘅铁山磨叶，发明了全新嘅登陆磨叶酥。为做到播出香味、口感、咸、甜、酸，如合乎大众口味嘅磨叶林体化还吞亚洲屋嘅入手快客。那个锅子被我煮坏好几个。是啊。对啊，因为你要煮到，不能太湿，又不能太干所以你就是一定要在瓦斯上一直煮所以你在拌炒的过程一定要一直拌炒，不然它底部会烧焦嘛。不过，为地林体化有安尼产品的消费者还是过少，有特别到业者价格无店面。故所连供用入侵的朋友，利用民宿空间可以电脑行销课程。它可以做动态，还有静态，重点还有这边，它还能做 FB 连接。因为很多人说，你今天架好个网页，这样就做网络行销，其实这是不对的。其实做网络行销就跟一般的开店一样，你今天开店，你生意好，你就是说，你要好好的服务你要好好你要服务你的顾客。今天在网络行销也是一样，你要好好服务你的网友。为睇游客嘅角度来思考，也是连供用廿多年来嘅心得。虽然水里系湿湿自线嘅一站，不过除了梅花开嘅季节，平常时稀少游客。故所连供用主要针对老主顾，未能设计韩国多嘅行程。让客人再回流的原因就是有家的感觉，然后本身的话我们就营造这样子的气氛，还有就是说有很多客人会回来，是因为我们之后还有搭配一些 DIY 的课程。记得把它绑紧，用这个棉绳绑紧。阿嬤已经绑好了。日日连供用路为人客安排嘅欧药 DIY 嘅活动，游客谈论欣赏设计，多多嘅囤欧药纸装到拖曳度，并入水度营养。等欧药纸嘅胶质出来嘅，并入冰箱干10多分。都有冰冰凉凉嘅欧药好吃的。负责投篮嘅小市场都认为，安尼嘅 DIY 唔单止是在宣传产品，也天数会到农民。等于是整个大包出去的时候，中间就是所谓的盘商，然后他们直接处理掉。那农民们永远就是像这些去采摘很辛苦，这些原住民他们可能就单纯只是赚到工钱。那我们就想说，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找到一个方法来提升所谓产品的价值？我们水里乡公所事实上也没有在主推观光啦。那我们在这个区块的话，我们民宿业者的话要结合也比较难一点，所以我们就是靠自己单打独斗力量比较差，所以我们就会结合一些学生团，就是一些年轻人，然后来导览一些就是带那个观光的部分。家庭主妇、学生嘅民宿业者、天龙用户业者、社区工作者，喺南投嘅山上路巷，各自发挥自家嘅专长，去同游客留下来，也俾114钟头创造韩国度嘅机会。